伊本来生日，时间的关系，要过着伊前后，人要陪平我，这个来当主平台。可是，对这，咱当然有这个病。但是三者要从来讲啥？第一，我来当主平，是两代志。我的标就是，当时安尼，你增产，当主平你增大。第二，旧年，我们当要做个市场选择的时阵，当主平，大家议员讲也无人说，预算财业内容。也按有形科学模式来执行，可能我就到边啲度来执行。第三，我上大上的就是讲啥？我真啊，从去美国，在条东伊讲的事情，你要真啊跟别人机会吗？冇真来人出来，但係都知道，就是故意點樣出起來？我足侪拢是中中教警员，等来遮今仔就参加。你唔了解中中教，我最近伫咱phòng主任办的事，一家对中教警员、中教警员咧办的事，伊内心的天文。所以讲，这个政策相比分散，各自努力来让这个社会比赛时阵，唔要利用着自控自控。真正平的生意，那是另外一层，慢慢的，这个到可以当主点做出来。谢谢阿妈。这个无用啊，这个无做工课，感恩啊。按龙山兄弟，按西安第兄弟，我把台湾跟台湾以共一个产业，为了真正，我把这当成一条呢。我们才做便条，在我对水里面的话，万市长、议员、军委员支持，非常长，再无做便条。是哦。按照这个指标上，上当中是进入环境抗议，在我处理第二位是上个人会写吧，上个人会会，我讲我创意一种意思，我在中国视频上给你讲了多。哦。我说。兄弟，那个地道管理以及地道税，那么在前面就是我这兄弟也有那个，对不对？那么有这个的情况，你看这个什么程度？公共保健员完成基地来重点，我们8月20天，你还不看这个兄弟真正时阵，我兄弟在我们脑子里面见，还是我。但是呢，一旦拍牌你知道，一旦拍牌这些财案，你的观念变成形象，你财务，你第三，一旦大一完整变成形象要形象改成简单，那个比赛不要这起来广播广播，这是一种财业人谈的关键，中国历史，包括中共文化，一票好。咱这边的基金家大部分是拢分公教人员，因为当初伊是规定万年的改革，伊就变成不但是态度好，伊出来选，大家全部来支持。即摆平常当看不到最后关头，要说咱爱听认真的来跟，他们时阵有个讲法，我们会当去查我，保护我，他不相信。今天最后底层如果个人设定这个整合，这个成功，那你规避你不能够。我不是讲安排人也散布谣言，这个不是财为，那这人这是这个几方面，首先，他的大脑观来的，他不大概，不管你们兄弟，几个兄弟，几个保护人承认，我想我们变成这个者。这个做得办，我相信在场作者跟其他支持我的选民，会当把我承认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相信他们主要项目就是为了主干。你等于第二，我们讲兄弟，这个什么原因？这个的成功，
甚至都已经进行救生来的算。不过咱讲，这个是咱的好啊，正确的好机会。后届未来明年过后年就要说怎样？民主党你也看伊积极，你看因个人，大家人乱讲，因个人大部分参会，我你看咱变成什么？最近过不赖，要生产的哦，来真的哦，这刚回过来我们。原因是啥？原因上重要是，这一大家力量办不会，这做了上我卖讲讲，我就很概念。你说你个人，不是这样，大家好好说啊，你看咱们啊，不要你们大家，但是最后，用战术革命的技术来说话，对大家，咱大家是社会的人，也把你这个哦，谢谢，刚才咱的蔡辉蔡议员，谢谢。那小罗啊，是不是邀请好我们这一次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黄秀双黄主委？谢谢。谢谢。刚强，谢谢我们的高思国市长，以及咱的庄正奎庄副主任，还有蔡崇明蔡理事长、谢龙展谢。